台湾的电视节目，定定用一种方式来制作笑亏，迄就是艺人的破台语，像后壁这个咧。谁在送明天的曲梦？轻轻的弹啊，轻轻的弹子。串红的窗，我一心地抓上破风吹乱。什么啊？我靠，我认真听不懂哎。我的梦伫远方，看到一蕊芳，随风飘落你的外忧。接下来主歌答，主歌结束了。其实真足甲想，这件代志足奇怪，毋是定定有人讲，台语有真侪人讲的啦，台语是霸权，遐人根本咧放屁。你敢捌看遮尔烂的霸权？假使咱将中文歌词摕互香港歌星张学友，伊敢会翻做讲单话翻甲踢踢吐吐，见讲见毋对，互人笑甲烂巴肚？只有华语霸权下骹要使动态台语，才有即款节目效果通好做。香港人的母语真认同，希望台湾人毋通散赤家，干那剩华语。